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故宫，共有超过10万件的宝物图的档案来外流。虽然故宫讲已经来处罚到负责的工作人员一己的身价，但是也是无法度来指挥，因为故宫来出包已经唔拿一届咯，是一届搁一届一直咧出差错。早在2011年，就有研究员甲所谓典藏的图的档案，陆续啊卖到中国。专家学者拢认为讲，故宫的管理伤过松冷，而且捌文物的人无一定就捌文物甲资讯的管理，必须就要引进人才，才会当互故宫的所谓典藏，袂阁一直来出状况。水天莫，哎呦！又过来啊！故宫为倒位跋倒，就是为遐搁跋一遍。红爆出早伫咧旧年的6月，10万个高清国宝的古董，互人顺手偷摕去，搁像中国的淘宝，拍到台北故宫的名号，爱灰啊有灰啊，爱名画有名画。国宝古董外流已经毋是第一摆，早伫2011年开3年所谓典藏的灵藏经，研究员敢若用3分钟，大家古董偷摕去，准备对中国。故宫复刻限量版的灵藏经爱188万，伊转手一卖，敢若剩10万。了解精辟，就袂记咧听。故宫讲好的所谓典藏，出包的毋是一位，真正是数位、搁6位。这边古董互偷摕去，惹出遮尔大的麻烦。故宫讲已经甲转档的工作人员记一遍的身价，严高专家嘛质疑，故宫的高层哪会当甲责任塞甲遮尔清气？因为螺丝松了，那到底它是不是我们国宝？现在主政单位到底有没有把故宫文物当成国宝？如果当成国宝，就不是这样的态度。10万件文物的古董就安尼流出去，严格互学者更加烦恼的，就是台湾的文化优势，一去都无法度搁再回来。资料被 catch 之后，事实上很难再做任何形式的收回。画作的内容去判断历史的呈现，甚至在画作上面的材质、笔画、笔锋，这些部分如果在大陆这么多艺术学校、历史的文化的科系的部分，他们可以大量的去做这样的相关的研究。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会相当的弱势。故宫里一共有326块砖石，可是这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了。故宫逐地石头，你拢有摸过，也毋过无代表讲你知影要安怎来管理。专家认为讲，捌文物和捌文物的管理无共款，应该聘请更加侪资讯管理的人才，因为东东的故宫是宝库，毋是仓库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